生日以前，我总总读册18档，迄阵我感觉读册足艰苦，哪知甲幼囝相比，迄实在无算艰苦。生囝虽然真疼，但是干那几点钟就好势。毋过要将一个幼稚的新生命幼稚甲大汉永作独立，需要不断的付出，业伫累积的心血。咱为病院转来迄日，我就了解，做老母是一世人的十字架。虽然我真爱将这担担放落，却因为有感，所以我宁可家己来排。这一丝丝来有感，就是叫做疼。尤其是24点钟无天困，规年看屁无少假的工课，我为自由自在，突然间变成白脚白手，就爱偷啉、偷食、偷做，连清醒食一顿饭、洗身躯、困饱补眠也算是享受，甚至食饱也毋知有饱无，就爱站起来摸家己的腹肚才确定。你亲想嘛知我初初做老母紧张的心情。因为厕所，而且无人伫身边通斗参详，所以就惊做毋到气上着你，心境不时都悲安安。我头一项困难就是困袂饱，出世下仔困2-3点钟就醒起来要食饭，连暗时嘛就起来几若摆。咱退院转来的头一暝，我听你吼，经胃面苍白起来。可能是先散出血也未恢复，我竟然头晕目暗，骹软手软。为迄阵开始，大约3顿的时间，我真罕得一切困甲天光。另外一项困难就是饲奶。头起先我一手爱画树灵丝啊，一手爱搁铺字，因为无经验，铺了毋着势。7月郁热，房间内又搁无冷气。所以饲点我真热冷，但你困去，我已经是汗流汗滴。每3-4点钟就爱安尼补一摆。你出事了1礼拜，我发现冰箱内已经无牛奶、面包甲果子，故不如将敲电话互厝边，拜托因替我买食米。未来我干那捌食一摆麻油鸡，迄是一个台湾当中素煮好心替我煮好。搁搬来厝互我食，迄阵伊家己嘛有2个查某囝，拢还未满2岁，出破感来帮惨难。你房间窗仔外口一边是一丛棉仔树，有时阵半暝摇你困去了后，我煞困袂去，倒伫地毯，哪看棉树背后的天色，为乌白遐尼暗散变做光明，昏的水田染做橄榄色。棉树上那块是遐大地，是新鲜的，热天开满规树，阁会发一种那像米仔的果子。若透南风就飞甲规水地，秋天伊的叶仔变做金黄色。毋过伫日冬以前都落了了，但若春草莓的古树枝伫风中摇拽。窗仔外另外一边是一丛苹果树，咱退院转来迄阵。伊规丛拢结绿色的果子，缀甲树枝拢碎落。但你满3月日迄阵，青苹果已经泛红，赤红的果子吊伫青翠的喙舌中，反映出秋天收成丰盛恬静的水。